这边呢就算我道歉了。今天呢，我们就以朋友的身份好好喝一场，干，干，干了！你难道不想跟我说点什么吗？林医生，我告诉你，我得不到的，别人也别想得到。咱们走着瞧。林医生，你是混蛋！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。哎，爱宝，爱宝，哎，你别哭啊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你人在哪吗？这样，我马上过去，你在学校门口等我啊。大爷，那我先走了啊！哎，赶紧回去吧。爱宝，你怎么样？你赶紧跟黎朵解释解释啊！你放心吧，这事儿我去解释了。来，把衣服披好了。没事吧？没事。还说没事儿，都发烧了。走，我带你去医院。把衣服搞好。来。来，爱宝，喝点水。感觉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怎么弄的？怎么会搞成这样？还不都是因为你？因为我，因为我什么呀？因为黎朵喜欢你，可是我也喜欢你啊。胡说什么呀，小孩子！你现在应该想着怎么把病养好，知道吗？今天晚上你会在这里陪我吗？行，我陪着你，陪着你。小孩儿。
你叫我什么？我叫你爸爸。你怎么那么逗啊？你叫我爸，我长得很老吗？是我长得像你爸？都不是。那是因为什么呀？因为我喜欢你啊。我妈她和我爸在一起，没有名分，所以她恨极那样的生活。于是她把怨气都出在我身上。吃饭呀！嗯什么呀你嗯？让你吃饭你嗯什么呀？会不会好好说话呀？看你副刁样儿，长得真像你爸。吃不吃啊？你吃不吃饭呀？你倒是！妈妈抱抱。叫你爸爸呢？你爸爸管你吗？这两天谁都不管，你知道吗？你还哭他吗？行，你自己快，真烦人呢！什么孩子呀？自己哭吧你。所以我一直很喜欢我爸爸。我爸在的时候，我妈她就特别的温柔，不论是对我，或是对爸爸也好。所以我一直希望爸爸可以一直陪在我身边，因为这样我妈她就不会乱发脾气，我就能拥有一个正常又幸福快乐的家庭。因为我妈她是第三者嘛，而我只是一个私生女，我甚至不能够跟任何人说我爸爸是谁。原来是这样。所以我能够叫你爸爸吗？如果你想叫，以后就这么叫吧。爸。喂，从那天晚上开始，我就担起了一个爸爸的责任。
睡醒了？你来了。天亮了哎，你怎么不去上班啊？我不上班了，我请假陪你。请假？你老是请假，万一人家把你给炒鱿鱼了怎么办？不就是一份工作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呀？这么随性。来，吃早餐，吃完早餐我送你回去。好。去哪？去学校啊。我不要回学校了啦！你看我和李朵闹翻了，我还要回学校啊？那你不去学校能去哪呀？除了学校，去哪里都行。那你北京有其他亲人或者朋友吗？没有。那怎么办啊？那不如去你那吧。去我那？是你害我跟李朵闹翻的。不去你那去哪？你得全部负责，负责到底。行了，到了，来，进来。哇，老爸，你家也太空了吧！这里看着挺远的。哎，喝水吗？不喝。太乱了，家里。哎，鱼，以后就多一个人陪你们喽。我去厨房看一下。哎，你就自己看啊，我就不管你了。啊，你别管我了。又多一个了啊。哎，老爸，你家里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这样又怎么过生活嘛？喂，起床了。哎呀，别睡了啦！别动我，让我睡会儿。来了，不行，家里什么都没有哎，我们去买东西。等我睡醒了再带你去买东西，好不好？走嘛。哎呀，我是要常住的耶，家里什么都没有，我怎么住啊？常住。怎么了？你是我爸哎，我不住这，住哪里啊？走啦，去买东西了。爸。行，走，买东西。买东西。走。等等，钥匙。
喂，女儿，嗯，你买这么多东西，咱们家吃得了用得了吗？这每个都有用的啊。老爸，你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啊！往上走。老爸，你还真的是老了耶。是啊，老了。没关系，反正老了还有我在。进去吧。行了，睡得好吗？你呢？我也挺好的。起来了。你怎么了？哎呦，我的腰。呀，哎呦，没事吧？哎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别动。
花漂亮哎。这花是挺漂亮的。呵呵。老板，这花多少钱啊？啊，40。40，这么贵啊？行了，就它了。不行不行，30块。真的不能便宜了。那我不买了。哎，慢着，30卖给你们吧。鑫哥。30，谢谢啊。走了，走了。爱宝成了我家的新成员，我这个老爸也正式上岗了。其实说实话，当这个老爸的生活真的是不容易啊。这个所谓的女儿，把我所有的热情和父爱全都给调动了起来。就这样，我开始了老爸的生活。为了给女儿一个温暖家的感觉，我承担起一个做家长的义务，每天起早贪黑的工作之余，还得照顾她的衣食起居。我们俩在一起，虽然有时候感觉挺累的，但心里还是满满的，还是快乐的。日子虽然过得不算富裕，却还是温馨适意。老爸，喝水。哇，好香啊！喂，别站这儿，这烟大，吹的，一会儿就好了啊。嗯。
老爸，起来吃早餐了啦！奈梦睡了，我知道，是带着我跟爱宝的故事，痛苦的睡了。但我的思绪，却无法让我停止下来。爱宝，爱宝，可能停电了。爱宝，别动啊，别乱动啊！爱宝，丫头跑哪去了？别跑，别胡闹，赶快出去！不要，外面黑，我不要一个人在外面。我跟你说啊，这身上都是湿的，听话，出去。哎，吹什么啦呀？干什么呀？胡闹！别胡闹，别忘了我是你爸。快出去！但你也是我的爱人啊。别胡闹，把手松开。你得告诉我，我是谁？爸爸，爱人。
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，从父爱变成了爱情，我甚至都来不及去想清楚，就发生了。但无论怎样，我知道我是爱他的，不管是父爱还是爱情。我还知道他需要我，需要我的保护，那是我的责任。因为现在我有了2个身份：爸爸、拜神。哎，爸。啊，你看我刚刚在里面拍的，还行吧？拍得好，跟专业的一是样。不是？我们以后还需要专业的摄影师吗？交给我就行了嘛，对不对？不如我们拍一张吧。哎，拍照你得看我镜头啊！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连过来一点，连过来一点。下一个。是不是这样才好嘛？快一点嘛！你让我把手头工作做完好吗？好吧。我爸，这认真的样子可帅嘞！来，玩够了吗？让我把手头工作做完好吗？乖，听话。好吧。
你醒了。接下来，我们俩公开了情侣身份，日子虽然过得不富裕，却开开心心的。只是事业上始终没有什么大的突破。有一次，我带爱宝参加了一个校友会，到场的全是成功人士，大家聊的气氛特别的热烈，只有我和爱宝默默地坐在那。哟，师兄，你好。你今儿干什么了？也不过去跟大伙打个招呼。那个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师兄。这是我师兄啊，这是我女朋友爱宝啊。幸会，幸会，幸会。哎，长得真漂亮啊！来，坐。哎，你这10多年可干得不错啊，也不跟我们联系联系，多联系，好帮大伙一手啊。我做的不行，瞧瞧你们一个个的都是有自己公司的人，都是大老板。嗨，别提那破公司啊，屁大点的公司，哪能跟你们打工皇帝比呢？啥打工皇帝呀，挣的全是辛苦钱，就是为了糊口。辛苦钱，辛苦钱能找这么漂亮的女朋友？啊，师兄，你们公司也会要做广告吧？当然，现在各个公司啊都靠这点广告。那么，能把广告机会给他吗？他的实力水平挺好的。那个师兄啊，别听他胡说。既然弟妹没把我们当外人，你就让他说。我就怕什么呀？我们公司那种小单子，就怕他一轩呀看不上。哎，师兄，千万别这么说啊！不是我实际挺好的。我跟你说，虽然没有大富大贵，但是你记着，资源还是有的啊。有什么事儿，咱们以后多联系。一会儿坐桌上，咱们再细聊。行，哎，好啊，一会儿聊。人活在梦想和爱情中是快乐的，可当你回到生活，你会突然发觉，现实是残忍的。你不高兴了？没有不高兴，可能有点累了吧。那你就继续装好了，不高兴也要装啊。哎，要不是我喜欢你，我现在真想揍你。你不揍我，我都想揍我自己。那你到底怎么了吗？在你朋友面前不说，连跟我也都不能说吗？今天一帮同学聚会，大家同在社会上混那么久，瞧别人混的，哼，你瞧我混的，想起来真是。每个人总有一开始嘛，没有人一开始就是很棒、很成功的，不是吗？你只要努力做那个最真实的自己，就是最好的你，不是吗？想做真实的自己真的很难。不要不开心了，我相信你可以的。来的真好，看看这个。这可是个大案子，想办法把这个单给留下来。这好像不太容易，这一定会有很多的公司盯着。办法总是人想的嘛。林逸轩，其实我一直很看好你。
只要你能把这个单子留下来，升职、加薪都不是问题。我想想办法。张总，您觉得怎么样？怎么样，张总？我们公司的广告制作能力还是很专业的。您稍等啊。停一会儿，停一会儿，休息一下了。我介绍，这是我们公司的贵客张总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是你好，你好，爱宝小姐。哦，爱宝，哎呦，这名字很好啊，谢谢谢谢。身材真棒啊！你广告拍的也好啊，谢谢前途无量。张总过奖了，您过奖了。啊，做模特几年了？我还是学生，现在都做兼职而已。哎呦，兼职都做得这么好啊，你可真不简单啊！谢谢谢谢。不客气啊。对了，艾小姐陪陪辛苦了，大家晚上吃个饭，我来请。哎，不过张总，这个饭还是应该由我来请。哎，且客气什么？张总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晚上有约了，不如我们改天吧。今天谢谢你了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再见啊！再见再见。张总，小孩子不懂事，您千万别。哎，别，我就喜欢这种性格啊！咱们先吃咱们的，行。小回要先有时间，咱们再单约嘛。行，好，您先歇会儿。啊。逸轩，逸轩，我到时候找你。哎，老板。哎，坐。那是我坐这，你坐这。好消息，啥事儿？张总看上那爱宝的小模特了，你去把他搞定。老板，爱宝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。什么这种人那种人？只要有钱，就只有一种人。你想啊，只要把那张总搞定了，他要什么条件可以随便提呀。爱宝是我女朋友。啊？我不知道那个，不好意思，别往心里去啊。哎呀，不过我作为这个同龄人，我想跟你交流一下这个想法。你说这个男人最重要的事儿吧，一个是立业，一个是成家，是吧？这个鱼与熊掌啊，它不可兼得。你想啊，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，他怎么能够先立业，再建立自己啊？这里边可能要找我了，我先进去了。好。人张总没别的意思，就吃饭、唱歌。哎，想什么呢？我今天是不是给你惹麻烦了？没有。可是你们经理好像很怕那个张总。傻孩子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有钱呢就会有事，有事呢就会有人怕，你知道吗？那不如今天晚上吃饭我去吧，我去给张总道个歉。不用了，这事儿我跟他们周旋，我来搞定，你别想了。哦，行吗？行的，我给你打辆车吧。没关系啦，这里离地铁近，我坐地铁回去就行了。行吗？行。自己小心点。再见，老爸。到了学校后打个电话。幸会啊！
这几年呢，我在几个大项目上的投资啊，这少说也有10几个亿吧啊！你们大家猜猜，我能赚多少钱呢？张总，我怕您笑话，我们公司都是小本经营，就账面上那点钱呢，还不及您那一个零头呢。3个亿，30个亿，30个亿啊！哎呀，哎，一雪，我们一起敬张总一杯。来，张总啊，以后有什么好的项目，一定要带着兄弟我啊。没问题。啊，来。啊，来，大家随便点啊！哎，您请。啊，来，别客气啊。来，老板，那个我上小间去。啊，好。哟啊，商总，听说爱宝是你女朋友啊？呀，这姑娘长得真不错，你好有福气啊！谢谢。张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策划做得非常好，这是我个人给你的奖励。啊，说起来了，太客气了。嗨，小亮，其实我很看好你。你是个能赚大钱的人，但只是缺乏机会。我可以给你个机会，几千万的单子，足够你开家像样的大公司了。而且我可以绕过你们总经理给你。不过小林啊，有句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不该说。女人对于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来说啊，将来有的是，其实多一个少一个无所谓。但这种赚大钱的机会，恐怕你一辈子也很难碰到一次。我不知道我说的话，你听明白没有？张总看上那爱宝上小模特了，你去把她搞定。你说这个男人最重要的事儿吧，一个是立业，一个是成家，是吧？这个鱼与熊掌啊，它不可兼得。张总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公司呢是有规定的，不能私下收客户的钱。啊，这个对不起。对不起，不该总是打断你的。继续说吧。
怎么喝这么多酒啊？我没事。就喝酒也是生意，生意也是喝酒，知道吗，傻头？必须把酒喝痛快了。你别看我今天喝醉了，喝了这么多酒，但是工作还得做，这个策划案必须完成。明天一早呢，还得交给我们经理，我们经理呢再交给张总。如果完成不了的话，可就麻烦了。那个张总，是不是老是为难你啊？你别跟我提那个王八蛋，你知道吗？那个老色鬼一直在打你的主意，他今天啊给我3万块钱，说什么呀？说什么辛苦费啊？呸！我不知道这个老王八蛋在想什么呀。要依我以前的脾气，我非把这3万块钱拽他脸上不可。那既然老板跟客户都这么讨厌，这活我们就别干了嘛。我们去旅行，去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好吧？傻丫头啊，你以为那些有钱人在沙滩上躺着，那底下是沙滩呢？那是躺在钱上面，知道吗？所以说，不管怎么样，都得干呢。我一直想啊，有一天我有自己的公司，赚好多钱，女俩生好多孩子，我们周游世界。我也很想周游世界，我们可以买一艘游艇，然后去各个岛钓鱼，去潜水。对呀，钓鱼、潜水，那就需要钱，对吗？所以说，我必须去拼命赚钱，才能养活你，才能让你过上好日子，知道吗？归根结底就是赚钱。只要给我林奕轩一个机会，我就能干出个模样来。我要挣好多钱，能让你过上好日子，谁要我是你爸呢？好了，今天晚上我也不知道工作到几点了，你乖乖的睡觉，别等我了。晚安，宝贝。晚安。晚安。就。我不知道那番话对爱宝造成了多大的影响，直到多年以后，我才知道他为我付出了那么多。
你一个晚上都没睡啊？妈，这个案子太重要了，张总说了，今天必须交，不交的话可就麻烦了。再怎么麻烦，也得睡觉啊！不睡觉身体怎么行嘛？真艰难呐，我没事啊。大家同在社会上混那么久，瞧别人混的，哼，你瞧我混的，想起来真是，想做真实的自己真的很难呐。今天效果还不错，你们分头再准备一下，好吧？先这样。这孩子还年轻，张经理、林先生，我们公司为您2位准备了午饭。还吃吗？我们老总说还有些事情要和您2位商量一下。哦，那既然准备了，咱们就吃吧。那行，您2位这边请。好。哎呀，盛情难却啊！来，李轩啊，别写了，来来来。张总怎么就不来了呢？再等等。我和老板在包房里等着，时间1分1秒就这么过去了。爱宝那边究竟发生了什么，我一点都不知道。后来我回想起来，才知道，这是老板他们之间做了一个局。你又在给你那个小女朋友打电话呢？奇怪，怎么关机了呢？哎呀，小女生嘛。不是那么靠谱的。再说了，女人嘛，给人留点空间，别盯得那么紧。来，喝酒。经理啊，要不你跟张总聊，我就先走。哎，不行，这个不太合适啊！你想，如果待会儿张总过来问我一些专业上的问题，如果没有你从旁协助的话，我肯定解释不清楚啊！你看，来，再喝一点酒嘛，陪陪我。我来。来，为了我们下一个案子成功，干杯！
小妹妹，林一轩这小伙子不错啊。我呢，准备投资一家公司，专做广告这一块，就让他来经营，他就是法人。爸爸收了几个好项目啊，让他好好的做一做。哎，小姐，你觉得我的提议怎么样？张总，这些事我也不太懂得，但是如果张总可以给他机会，他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你是一个讲信用的人，说出来的话一定会兑现的，是吧？真是冰雪聪明啊！这小脑子挺好使，小嘴又挺甜。我看，谁要是找了你做女朋友，那可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啊！来，谢谢张总夸奖，您过奖了。哎，别老张总的啊！我可一直把你当小妹妹看待的啊！张总，那个时间不早了，我太晚回去了不好。哎呀，急什么？等会儿玩完了，我让司机送你回去啊。如果太晚了，我就给你找个地方啊。你年纪也不小了，别把自己总当小孩子看啊。来，张总，你不用让司机送我了，我自己打车回去就行的。哎，腿长在你身上，你非要走，谁也拦不住你。不过有句话我想告诉你，钱可是在我的手上，没有我松口，任何人别想拿走1分钱。难道你就忍心看着林一轩失望吗？啊？我一直想啊，有一天我有自己的公司，赚好多钱，你俩生好多孩子，我们周游世界。只要给我林一轩一个机会，我就能干出个模样来。真艰难呐！你看，这不就对了吗？来，再喝一口，这可是30年的陈酿啊！来，高兴点。哎，这一口。